好，跟住入大館，其實都去過幾次啦。咁咧，冬天去 highly recommend，因為冬天完全唔熱，天氣涼爽。夏天室外非常之炎熱。大館咧係啲乜嘢咧？大館係有文化項目啦、餐廳啦，仲有店啦，仲有就係咧有劇場嘅。咁當然嚟講咧，仲有啲佢嘅遺跡啦，即係警署啊、監獄啊、裁判司署啊咁樣樣啦。咁啊，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黃金嘅地帶嘅。咁東歐餐廳咧就大致上喺呢個位置度啦。咁我記得上次嚟咧，仲有一間咧裁縫嘅公司，咁啊好鬼出名嘅。好，去到呢邊咧就係嗰個裁判司署，同埋最上面係監獄。咁上邊咧就係監獄，同埋嚟講咧就係有個劇場。